發展上遇到了問題，遇到難題，甚至可以說生死攸關，一點都不誇張啊。所以我們先看看京東核心高管大換防，半年走了7個高管，可以說是刀刀見血啊。咱們先來看一張離職名单，這可不是普通的兵荒馬亂呢，這叫定點清除。首先是1月份啊，京東90屆的老大劉俊前脚走，整個戰隊後腳就被零售創新事業給吞併，從封疆大吏變成了丫鬟小厮。2月份啊，郭慶当年東哥花大價錢從美團挖來的9旅大將，突然就不管事了，弄了個什麼戰略顧問，那這就是明升暗降了啊，虛職。這就是典型的清明節燒報紙糊弄西安人，實際上就是被請下了牌桌啊。到了4月份，京東雲的老大劉晨也撤了，部門直接被对吧？这个別的部門給包圓了，連個獨立的編制都沒保住，也就是整個部門削藩。5月份，汽車的這個2員大將一個什麼拍賣的韓誠信，還有一個叫什麼妙清的這哥倆手拉手前後腳進了零售辦公室的戰略儲備崗，實際上就是也就是雪藏起來了啊。儲備崗就是坐冷板凳你在那兒養老吧，拿點工資，別搗亂。那麼6到7月呢，那就更熱鬧了物流老將胡偉，空降才3個月的鄭軍剛帶公司上市的宋春正不管你是老臣還是新兵，統統離場。緊接着鄧軍的跟班高閣也跟着捲鋪蓋卷，上司前腳剛跨出門，下屬後腳就跟上，整條業務線連鍋端。這叫什麼呢？這就是麻繩專挑細處斷厄運只找苦命人吶。實際上這是叫有預謀的收編。看看這些被動的業務，9旅、拍賣、汽車、工業，全是些投入像無底洞，回報慢得像烏龜的邊緣板塊。劉強東實際上是在跟所有只燒錢不賺票子的部門算總賬，全部要忍痛砍掉。不管你未來怎麼樣，現在沒錢養了，都收攤吧。這是高層這是業務線方面的大將。那中層管理呢，那直接就是血洗無一幸免。在中層這兒 C4、C5 身份徹底取消，高管走人也就算了，真正讓底下人抓狂的是中層管理的滅頂之災無一幸免。京東零售直接甩出個王炸，取消所有的 C4、C5 職級的管理者身份，相關人員全部直接掛靠到 C3 名下。那這什麼意思呢？實際上就是管理的扁平化以前從劉強東到最底層，這中間隔着18級，現在只隔着13級了，砍掉5級，就這意思砍掉5級，那管理層不就少了嗎？管理的就少了C4、C5 在京東那就是腰部力量，負責上傳下達。現在劉強東一刀把腰給斬了，中間那層緩衝墊直接抽乾，而且配套的規矩活活能把人憋死。要麼你的 C2 團隊必須超過50人，要是達不到，不好意思 ，C3 部門直接撤銷，原地解散並入大部隊。更誇張的是，決策權全部收回去。據說我看網上有人說現在有些京東的員工報銷個差旅費都得一路審批到 C1，也就是頂層。這哪是扁平化呢？這分明是不信任中間這幫傳話筒了。那京東劉強東對這個頂層和腰部同時開刀，那是為什麼呢？作為一個零售巨頭、電商巨頭，目前到底遇到什麼扎心的問題，要這麼大動干戈，要這麼折騰？怎麼感覺東哥跟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急着給自己大放血、大瘦身？現在實際上表面上看京東還是可以的，表面風光，實際上就是驢糞擔子，表面光。實際上現在的京東是屋漏偏逢連陰雨，碰上了3個繞不過去的死結。也有很多網友一直看我節目的知道，3年前劉強東復出的時候，我就說京東麻煩了，京東有問題了，有困難了，來日不多了，是吧？應該都聽過吧？你看看，自從東哥出來之後，是吧？大刀闊斧一頓折騰，對吧？菜刀砍電線，一路火光帶閃電，贏麻了。到底遇到什麼問題呢？對吧？這我們以前都說過了但是現在我們再看看，它還有別的問題一個就是機構臃腫，
得了大公司病，這是所有的公司都難以避免的。就是你公司隨着發展壯大，人越來越多，小公司對吧？你都直接向老闆匯報，決策快，反應快，對吧？但是隨着公司人越來越多，部門越來越多，業務線越來越多，領域越來越多，你一定這個部門是越來越大，這公司疊床架屋的層級越來越多，於是不可避免的就要患上大公司病。公司大了，廟裡的和尚比念經的還多。以前一線發現拼多多或者抖音的價格变了，想降個價做個活動，對不起，先打報告，從 C4 從 C5 傳到 C4，再到 C3 C2， 等上面大佬終於拍板了，黄花菜都涼了。現在是存量市场，大家都在貼身肉搏，你在這裡走流程，人家早就把你的客戶搶光了。這是第一個就是架構太多，層級太多。第二個是邊緣業務成了無底洞，利潤頂不住了，再有錢也經不住這麼燒不出來流量，燒不出來新用戶，所以只能砍。前幾年行情好的時候，大廠覺得反正有錢到處撒網講故事，多養幾個高管無所謂。現在呢，資本市场不信你的鬼話了，只是看你口袋裡有多少真金白銀。就拿京東酒旅來說，劉强東当年吹牛說酒旅行業60%的毛利太高，京東20%就能幹。結果進去一看，攜程把持着7、8成的江山，抖音一年充了900億，小紅書天天種草，而京東連個消費者的搜索習慣都還沒有培養起來，天天在那兒搞冷啟動。這時候再不砍，那就是傻子過年，就王小二過年吧，一年不如一年。人家發財，你跟着起哄，最後把自己賠個精光。包括這個外賣一樣殺進去賠了幾百億，現在又灰溜溜的出來，能不砍嗎？能不收身嗎？第三個中層的信息差紅利徹底到頭。以前互聯網公司管理層之前是因為他們會開會，會做 PPT， 老闆說個1，他能給底下人翻譯成3，底下人做出點成績，他能給上面匯報個10，也就是它就是一個上傳下達一個放大器。但現在大廠發現這幫人天天開會審批，除了制造內耗，根本不帶兵打仗。大廠要是能夠立刻拿出要的是結果，對吧？要能出成績的狠角色，而不是坐在办公室裡蓋章的中間商。所以对中层就是现在企业经营效益不好了，一看哪兒淤了呢？哪兒性價比差呢？性價比不高呢？所以一看就是中层的性價比最不高，中层的活上面的人下面的人分擔一下就没了，是吧？所以把中间那一层卡掉，沒毛病。等公司有錢的時候，設那些很多中間層，是為了緩衝，為了讓大家都不累。等公司效益緊張了，現金流緊張，對吧？前途無望的時候，最先砍的是要把中間層砍掉，美其名曰叫扁平化。問題是東哥這一頓操作，剛才說了菜刀砍電線，火光一路火光帶閃電，能治好京東的病嗎？就是折騰，对吧？這叫治標不治本，能緩解，但是治不了根本。劉強東這一刀切下去把中間層砍掉2層，邊緣業務全部收攏，這藥不能包治百病。實際上砍中間層的現在很多企業都在砍。我在網上看到很多報道2026年這些很多科技公司都把刀優化的刀對準了中層管理者，就是中間層。你比如說從國外亞馬遜1月啟動了裁員3萬人，根據亞馬遜內部數據顯示，78%集中在 L5 到 L7 的中層。美团3月成立一個就是王興在美团內部叫停新哥的稱呼，在美团內部很多人叫王興叫新哥，搞得美团好像是一個幫派，是吧？是一個組織，是一個社團。現在王興倡導更平等的內部溝通，減少燈味，破除層級官僚，所有業務決策下沉到一線，減少多層審批。而字節呢，6月底更新了10條領導力原則，核心導向直指所有管理者必須落地實質性業務產出，杜絕空轉、冗餘以及形式化管理。那谷歌就更狠了，把管理3人以下的小團隊管理者削減了35%，就是你手下只有3、5個人的，你這個小領導就別幹了直接給你沒了。
實際上这種幹法啊，不光是互联網公司，傳統的企業也這麼幹，也就是沒錢了嘛，或者要節約費用，對吧？開源節流，那麼它就扁平化管理，壓縮中間層。7月6號，中鐵12局在太原開了個總部員工大會，明確表示中層幹部崗位壓減19個。董事長的原話是：幹部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薪酬能高能低，機構能增能減。就是國企也這麼幹，大廠砍中層，國企也砍中層，說明什麼呢？說明啊，這就是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本能反應。所以既然這樣啊，東哥對吧？他在京東採取這些措施，沒有什麼例外，也沒有什麼這個亮眼之處，這也是一種本能反應。那你這麼幹，競爭對手也這麼幹呢？那你難道就好了嗎？所以我說他是治標不治本嘛，能好一點的吧？但是你要解決他的困難，沒門沒戲。實際上，京東啊，這就是叫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給自己壯膽。它能解決眼前的賬面問題，但解決不了以後的出路問題。好的方面的承認，確實省錢。C5、C4的管理崗位啊，一撤。不賺錢的業務一併，差旅開支、薪酬福利立馬省下來，短期的財務報表肯定，對吧？就美化了，項目交付可能也就快了，但這些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後遺症也很大，後勁兒也大呀。把中層給廢了，所有審批都要一路捅到最上面，高管一天就24小時，你看他那麼，對吧？就是他看那麼的報告，會不會最後搞成一個決策大堵車？這個讓我想起了諸葛亮。諸葛亮在管理這個四川的，就是蜀國的時候，也是啊，他不叫扁平化，他是事必躬親，打這個20軍棍以上的懲罰，都要到諸葛亮那兒，也就諸葛亮管的是非常細的，就什麼事都得捅到最高層，就諸葛亮那兒。那最後諸葛亮就，對吧，身體就垮了唄，英年早逝，把自己累死了。像京東這樣的企業啊，如果中間砍掉2層，那上面的人其實壓力還是很大的。刘强東自己說啊，京東只圍繞供應鏈折騰，跟供應鏈沒關的從來不碰。這個啊，雖然是守住基本盤，但也等於告訴大家，也就是京東不再折騰新東西了，不再折騰新業務。所有的人啊，每天一睜眼，唯一的 KPI 就是幫集團省錢，對其利潤的時候，誰還敢去替京東啊去探路？誰還敢冒着掉腦袋的風險搞創新？時間長了，這個組織就變成了一潭死水。京東的終極焦慮就是 AI 時代還有沒有傳票？其實啊，京東的敵人現在已經不是什麼拼多多、美團、抖音電商，京東的敵人在哪兒？他不知道。我一直說啊，如來神掌，不知道躲在哪兒，突然來一掌，全部滅掉。京東真正的焦慮啊，也不是電商啊那個盤子在縮小，而是眼看着 AI 時代即將到來，自己會不會成為被拍死在沙灘上的前浪？作為 B2C 的標杆，對吧？作為 B2C 的這個領導者啊，在國內吧是這樣子。如果連一張AI 時代的門票都沒有，那你說誰能接受了這個結局呢？誰能接受這種結果呢？劉強東能認命嗎？大家還記得功能機時代那麼多手機廠商嗎？功能機時代手機廠商也有100多個啊，現在只有幾個？現在只有蘋果、三星、小米、華為、OPPO、vivo 沒了，是吧？還頂多再說一個什麼一加還是什麼？完了這個傳音沒了，對吧？一只手都能鎖得過來。在功能機時代做得很好的一些企業是吧？一些知名廠商都不見了啊。現在的行業競爭很嚇人啊，行業數據也是非常的殘酷。到今年年底，全球有20%的公司要用 AI 把組織做扁平，砍掉1半以上的中層。今年頭3個月，全球科技大廠裁了9萬人，裡面將近80%是中層管理。為什麼偏偏拿中層開刀呢？因為人工就什麼 AI 智能體這種東西啊，首先替代的就是中層。為什麼呢？那中層最大的作用就是做 PPT， 各式各樣的 PPT 啊。現在人工智能做 PPT 那簡直是一鍵生成啊。還是你做 PPT 嗎？你坐在那生編出來那玩意儿都是垃圾，是不是？我跟你說，互联網大廠啊，中层大部分就在那編 PPT， 什麼什麼戰略，對吧？什麼什麼业務發展規劃，然後 PPT 匯報，
啊 ，PPT 这个寝室一大堆的啊，都是 PPT。那这玩意现在对吧 ？AI 智能体一出来，做 PPT 的那简直是如虎添翼，就不需要中层啊，你去做 PPT 了。那不要中层做 PPT， 那中层只能剩下这个什么上传下达，就是报销，他看一下审核一下。那这玩意也可以用人工智能取代，而且不会出錯，不會出什麼漏子亂子。所以啊 ，AI 先取代的就這中層，沒有什麼發揮創造性，也沒有什麼對吧？這種以前你需要個經理去盯進度、收日報、做匯報，現在 AI 1秒鐘就把所有的數據過濾、匯總、分發的明明白白。這 AI 還不如你交五險一金，也不要你跟他去搞什麼職場團建。所以這個啊，就給大廠中層對吧？首先取代。那底層後來還要幹點活，是不是？畢竟還要在那敲寫代碼流汗。那中層就是上傳下達，所以說它的這個性價比是最差的，而且它工資還高，獎金還多。把這個中層取代掉2個，相當於底層砍掉8個，這一刀砍向中層沒毛病。所以說不光是互聯網大廠，還有國企，實際上每個公司都一樣啊。以後大家注意了，你混到中層實際上是最危險的。然後再看看阿里在 AI 這塊的布局，這個京東啊，你相比較阿里啊，你看字節、阿里、騰訊，那都是花幾百億、上千億、幾千億往 AI 裡面砸。你看這個阿里跟這個騰訊是吧？跟百度還往那個可伶是吧？那個叫什麼？那個快手是吧？搞了一個視頻就剪輯視頻那個就像那個對標的就是啊抖音的那個季夢啊。阿里、騰訊、百度還往裡投點錢，對吧？還要參與一下。京東是沒有消息的啊。京東在人工智能這塊搞什麼呢？美團自己還搞了個大模型出來了，哎。最近的消息啊，美團，然後呢，然後拼多多幹啥？拼多多人工智能這塊好像也沒動靜，至少沒有宣傳嘛。但是人拼多多啊，跑到雄安去買了一棟樓，這是投名狀，多好。但這些啊，互聯網巨頭對吧？大手筆的在投這個 AI 的時候，京東好像沒看見了，落伍了啊。阿里3年要花380億砸雲和 AI， 所有部門年底績效看 AI。大廠也不是說不招人了，也不是說只是在裁人，大廠是在換血，把上一個時代的工具人換成這個時代的 AI 人。所以但你要看到啊，互聯網大廠在做什麼的時候，你再回頭看看京東，所以你就發現京東已經慌了神了，他只能啊，他現在就像個落水的人，在水裡面抓到什麼是什麼，抓一根稻草都要抱得死死的，所以他就死磕這個外賣，下面再磕什麼遊艇，再磕什麼酒，再磕什麼餐廳，搞什麼，反正就磕這玩意。說實話啊，在 AI 這波大潮裡，京東的動作確實有點像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那麼有爆發力。他跟拼多多差不多啊，還在按部就班守着自己的零售那1畝3分地。剛才已經說了，拼多多人家已經對吧？也交了投名狀了。京東雖然也搞點 AI 給機器人加持，那是他在使用，把 AI 當工具，對吧？你自己成為不了一個人工智能公司，你只是在你的物流倉儲、酒旅啊這些電商這塊用一點 AI 來提高效率，這個和 AI 公司這是兩碼事啊。人生中最害怕的事情，舊時代的攤子太大了，50多萬物流和供應鏈的兄弟。這確實是護城河，但如果在底層技術上拿不到 AI 時代的船票，一旦未來某一天 AI 把整個電商的購物邏輯徹底顛覆，你現有的這套重資產一夜之間就淪為重包袱。大廠花1000億賭明天，賭的就是誰能先變輕量化的 AI 戰艦，慢一步可能就再也趕不上了。簡單點說啊，京東實際上就是在做垂死掙扎。因為它一旦呢啊，它那個流量降到一定的地步，實際上就是加速衰亡。就像那個什麼電商啊，我記得10幾年前互聯網電商時代，唯品會不也挺火的嗎？但是現在呢，我跟你說，唯品會還活着，但是沒有什麼人知道啊，沒有什麼名氣，但是它活着的啊，它說不定一年也不少賣。唯品會啊，對吧？像這樣電商很多啊，曾經都是叱咤風雲，都是小巨頭，那現在呢，大家已經不知道了。你看還有一個叫陌陌的，以前在即時通訊裡面那也是別具一格是吧，很有特色，現在還有人用嗎？
少了，对不对？也還有可能，你也不能說他死了，他可没死啊，但是和死了差不多。未來京東就是這樣啊，除了中年油膩男還在用，那未來其他人恐怕就不用京東了，不知道京東是幹啥的。這就是劉强東焦慮的地方，對吧？他的对手已經不是拼多多和什麼美团和抖音了，如果他的对手還是拼多多、阿里、抖音、美团，那他的好办，因為你幹啥我也幹啥，对吧？你是兩個胳膊一個頭，我也是啊，對吧？勤能補拙，對吧？笨鳥先飛，這是咱的這個秘訣，是不是？那不行，我就多花點功夫，走你走的路，對吧？讓你無路可走，你幹什麼我也幹什麼，你搞外賣我也搞外賣，對吧？砸錢那一套都會。有形的对手很好辦啊，尤其京東這麼大的體量，我就跟你耗，就拼，競爭內卷，我就是差一點，我還有口飯吃，對吧？老大當不成，老二還沒問題，老二不行，實在不行，老三也可以，對吧？也就是說，你的对手看得見摸得着，這是好辦，對吧？我就照你學，對吧？你講什麼我講什麼，剽竊唄，抄襲唄，哎，抄得不好，李鬼還比李逵厲害，沒毛病啊，李鬼超過李逵。這個完全也可能，這不就那個人工智能大模型，美國不是搞2個嗎？一個是 ChatGPT， 還有誰啊？那2個人的身價都沒有啊，沒有咱們，對吧？那一個人身價高，為什麼？那對吧？人家真的彎道超車超你前面去了，一不小心到你前面去了，那很正常。所以我講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有形的對手不怕啊，我就跟你學，對不對？彎道超車唄，你不放開這個源代碼，你不開源，那我想辦法，對不對？你要開源最好，開源我直接就抄，對不对？那個抄成寶石米、寶石鈦，对吧？這個你也說不了什麼。你要不開源我有辦法，對不對？咱就彎道超車。所以說啊，有形的對手不怕，怕的就是什麼？就是降维打擊，就不知道哪兒來一個如來神掌，一巴掌全拍死了。所以這個是互聯網大廠膽戰心驚的地方。那這也是京東啊現在焦慮的地方。京東現在已經不考慮說我零售啊，我要比拼多多多，對吧？GMV 比拼多多多，什麼啊增長率比它快，這個都已經不是頭等大事了。頭等大事是未來5年，還有沒有人知道京東這個未來10年是不是就沒有了？說京東說了這麼多啊，咱們一直都說，不是說這個我們說互聯網大廠黃昏，互聯網大廠遇到的困難，不是說他們能力不行啊，他們畢竟都是佼佼者，但是在這個時代是吧？就像他以前淘汰別人的時候，也沒有跟別人商量一樣。大家知道吧？京東一出，我們有好多首富不就歇菜了嗎？一個是黃光裕，一個是蘇寧的那叫什麼张近東，對吧？國美、蘇寧當年可是都是首富啊。那所有的賣家電的，你都得看黄光裕的臉色，得看张近東的臉色。但是京東一出來把他們淘汰了，京東跟人商量過嗎？沒有商量過。淘汰國美的不是蘇寧，淘汰蘇寧的也不是國美。大家年紀大一點的應該記得啊，20年前這個大街上是吧？你這邊開一家國美，那邊必定會開一家蘇寧，要麼就是大中，我還有印象啊，大中電器嘛，要麼就是蘇寧電器，要麼就國美電器，反正肯定是在那一塊。有的時候那一塊3個啊，就那一塊就有3個電器城，面對面，經常這樣是吧？很熱鬧啊。但是京東一出之後，打敗他們的從來不是自己人，從來不是自己的对手，傳統的对手，而是這種線上，對吧？京東這種，那現在一樣同理嘛。所以強東，對吧？東哥，那他懂這個道理啊。他當年把黃光裕、把张近東給搞敗了，那都就降維打擊是吧？都沒跟人商量。那現在誰要把他打敗，也會跟他商量嗎？不會的啊，在哪兒他都不知道。對吧？正當國美和蘇寧鏖戰的時候，雙方殺紅了眼是吧？誰也沒想到來了個京東，輕鬆的就把他們收拾了，對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啊，立馬就沒了。那個蘇寧好像是破產清算了吧？破產重整，破產了。國美基本上也就這麼着了吧？破產差不多了啊。據說3年前工資就發不出来了，員工就堵那個黄光裕啊，在那個北京那個鹏潤大廈啊。所以我說劉强東他的擔憂是什麼？他的焦慮是什麼？他焦慮的是如來神掌，這不知道從哪兒來一下。所以他的敌人已經不是拼多多啊，也不是什麼抖音電商，這就是他焦慮的地方。所以這就是他不停的折騰，一焦慮就要折騰啊，一折騰兄弟們就不是兄弟了啊。所以我一直說，不是說他們不行，對吧？不是說他們能力不行，对吧？那是時代變了，
說這麼多大廠恩怨情仇啊，咱們還是要看看自己。这京東、阿里，对吧？年薪几百万，在大厂待了20多年的技術掃地僧和高管們，說走就走，說被砍就被砍。所以大家不要留戀自己的那張椅子啊，那都是暫時的，那都是如夢幻泡影，如淚如露亦如電啊，一切都是虛幻的。所以我的節目裡面一直說的吧，只有你的才華才是你的，剩下的都不是你的。什麼錢，對吧？什麼名聲，什麼職位，那些東西都不是你的，隨時能剝奪，能掠奪，能沒收。但是你的才華在你的腦子裡面是沒收不了的，唯有才華是自己的啊。當然了，還有身體也是自己的。那麼大廠的這些動作，實際上就是明天的風向標。如果你現在啊所做的日常工作，也就是每天打卡、開會、寫週報，轉發一下領導的郵件，蓋個章，走個審批啊，在上面寫個批語。如果你的工作是這個的話，實際上就很危險了啊！要珍惜現在的時光，好好享受吧，對吧？應該不長了，不是明年就是後年，你就对吧？莫名其妙被優化掉了。大廠今天清理的中層，可能就是明天的你。時代拋棄你的時候啊，連一句再見都不會說。未來的職場流程和聽話不值錢，只有你的鐵血產出和不可替代的判斷力才值錢。不要等到公司哪天找你談話，替你做選擇的時候，你才抓瞎。要趁着現在還有緩衝期，趁現在的吧，你還有空閒，多提升一下自己，多提升那些 AI 替代不了的，學點真本事。中层被裁，一個是未来趨勢，第二個也是最慘的一件事情。為什麼呢？一般的中層他都对吧？到中層了嘛，他這個收入還可以，人家有點飄，人有點飄呢，難免加槓桿買房，甚至還对吧？買股票，甚至還跟朋友一起对吧？加盟了一個什麼奶茶店都有可能。因為到了中層了對吧？手上有點錢，哎，這時候人生在走上坡路，感覺自己啊未來不可限量，飄飄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如果你一下把你給裁了，那就完了，立馬返貧。所以中層被裁實際上是最殘忍的啊，相對來說打擊更大。大家好自為之吧，对吧？這個還在7月份呢，互聯網大廠就已經開始按捺不住了啊。那你想到年底，那簡直是血雨腥風啊！這個只不過是個開胃菜，前菜，對吧？大戲還在後面。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謝謝大家。